你母。你这几年来，敢拢无想要搁结婚啊？我看伊个铁板长哦。阿嫂，我袂搁再结婚啦。这几年，卡孙人是这两个囡仔，我绝对无搁再活落去。我袂搁再接受你两个的感情。你莫讲这个代志。若是互铁板长听到，会通爱笑。哎呦，打铁板长也毋是外人啊啦。哎，阿慧，你讲我什么？我啊，我是说啊，我们阿舅啊，带那个孩子啊，拢和你照顾，都多谢你啦。你真的是好好的人哦。好好的人呐！哎，你看我有胳膊有腿，什么都不缺，我当然是好好的人呐。哎，讲笑诶！讲笑。小怕，唔是啦，明日我要去甲阿母讲。你莫去甲阿母讲啦。安尼无是安怎？是好，我知影，是毋是去互车恁仔搞着？对啊。啊，你有啥唔捌甲阿母讲诶？我惊阿母烦恼啊。来，我帮你养。哎呀，你是早到了不起的呢？干啥子？我比你搁较细汉，是你的妹妹，你哪大概拢要叫我做这个？乱讲。你先来当的是阿姊，我慢来当的是弟弟。哎呦，你安尼讲，我拢互你用甲糊涂啊啦，会互你老死，无怪你的名叫做老死。歹势，目屎一个啦。好啦，输。啊，对。对。阿坤啊，那跋查某有人像你安尼真的了啦？啊，你是咧问本呢啦？较紧的啦。日头要落山啦，紧拍牌啦。对了，来这搞。啊，搞啊！3号、4号、5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。惨嘛！阿爸即摆一直甲我捌批啦。好啦，恁爸拍红机，互你搞啦。搞就搞，我咧惊你哦。啊？电话啊！哎，钱来。干，恁爸有够多啦，逐道拢有代志。来，哇，500块剩2兆，哦，不要紧，拼得到底，来。算我啦，我买伊啦。我，安尼就切脚啊！听话。哎呦，明仔载再个伊啦。干，赢钱就要选啦。后摆若是要招恁爸来办吼，恁爸一定要赢到你土啊！切！赢较好，莫我赢钱啊！做一个要求心啦，甲我都卖到疯。
好，甲恁爸这无得摆，写甲安尼密密麻麻，一定是宣传安这高兴囡仔做出来好代志。水球，甲恁爸出来！水球，好，水球，出来！水球，卖米啊啦！水球，你讲米，起来，起来！阿爸，卖叫我！阿爸，我着五礼拜，互你创安尼密密麻麻，哈！我明仔载是要安怎做生意啦？唔是我弄的啦，我无说是我那开车。唔是你弄的，你讲，唔是你弄的，哈！哦，我的钱你敢偷摕，我的锁匙唔敢偷摕啥？看你过身躯，哦，你弄到5000，哈！唔是你弄的是啥？你讲骗我，你啊！今日你爸一定要好好修理。你好大胆，你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好大胆！你别走！走！来！我猪肉坤啊，做你的囝啦！你啊！我错了。安怎？阿爸，你每家有想要跑啊？拢我听我讲，你来跑。我拍你啊，都管你袂调啦！我若是无拍你啊，你徛喺我头壳顶啊！你有啥物拢莫听我讲啊？你发电嘞！今日我拍过来讲，你安怎？你给我走！啊！你好大胆，你给我走！你别跑啦，阿母就叫你拍走啦。讲你阿母，我规包去啦！今日啊，若是讲我无爱拍你啊，我就对你行。你给我走！你好大胆，你出去你莫转来！你转来，你爸都我互你死啊！心头阮唱袂搭云，茫茫渺渺过安稳。虽然有分开时阵，奈何只是半点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六姐，这里什么声音啊？有鬼哦！不要紧，我保护你。好亲像有人在哭呢，我哪无听到？是孙中燕。你哪一个人你伫遮哭？我无啊。我明明就看到你伫遮哭嘛。我知影啦，伊互伊老爸拍啦。你哪会知？因为伊偷徛伊老爸乌多摆啦。你是敢有够可怜的。我没客气啊，你刚说使劲在吃啊，棒子很呢。阿婶，我给你看吃。好啦，就好食，我当然嘛爱食。哎呀，你做的菜真好。阿母，你两个人这样晚，跟你来吃饭。哎，罗伊，来坐这边，来，爸爸，我这儿。下杯。你叫啊？我在家。你是咧创啥物哈？我安怎啊？想要创一碗饭，互孙中爷食，
伊互因阿爸拍，无饭通好食，足可怜的呢。啊？孙中人在倒位？伊伫咧外口，阿母，那个会使叫伊入来食饭？当然可以了，来，我叫他进来。哎，这孩子真是。老是，我站在你外头了老爸甲兄弟来。哦。让哎，哎呦，你看怎么搞的？是不是你爸爸要打你了？哎，王八蛋，真是下手这么重，你看爸爸还打成这样，真是。哪会安尼啦？你阿爸哦，什么讲我袂听嘞。嗯，真是。哎呦呀，哎呦，那拍囡仔拍到安尼啦，哈，都是咧拍玩笑人讲，哎呦，万一那个拍到丢高，哦，气袂大，我看伊爸都爱哭啊啦。嘿嘿，这个第八坤呐，下手太重了，下次我见他，非得好好修理修理他不行。孙中你食饱，阿姨再来我一碗娘呀，我妈煮的菜足好食的哦，保证你食落阁想要食。哎呦，美玉，你什么时阵才遮尔熬饭鸡龟哈？是真是的啊，孙娘呀，好食无？本来就是吧，对，二米煮的菜呀，好吃的不得了啊！来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哦，所以呀，你没有事情啊，就跑来打牙祭，对不对呀？对对对。你莫安尼讲啦，你讲我会歹势啦。我等你安尼拍摄啥？美玉，阿母甲你做一件新的制服，明仔载你会穿新衫。多谢妈妈。我嘛要。你嘛有啦，你放心。文聪啊，阿姨煮的菜你有爱食无？若食会香吼，后摆你下课就先来食饭才转去。多谢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文聪，啊叫伊来叫你来食饭，恁来点都煞不爱食。我感觉因对我拢足好的。对你好，你唔着欢喜，唔才对。恁说点都要哭啊？我是说啊，老婆老母，我打过去派，邻居给叫我就隐身呢。男生不要随便哭，你给我站好，马上去写。对，鲁西讲对，男生不要随便哭啊！啊，忙才洗起来啊！爱白头送你回家。第三个，你这时啊，你莫转来啊！恁爸今日一定要拍死。你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但是你哟，好大胆！你转来，安怎啦？你是安怎啦？今天呢，你一定要给我们啊举点面子，好好的，好好讲啊！有话慢慢仔讲啦。是呐，你吼，你我记吼。哎呀，地巴坤呐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看你把安顺昌打成那个样子，你这个下手怎么一点轻重都没有呢？伊啊，逐工拢伫咧外口掠代志，我做生意就无用啊。今日啊，无拍无灭，是袂用的啦。好了，这光打孩子也不像话吧？这赖你自个儿脾气太坏了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啊？哈，你有听过无？放下主孝主啦。啊，你是捌唔捌啦？哎，打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，都怪你自己爱赌博嘛。切，嘿，你爸假是阮家己的囝呢，无你的代志，我的囝，我要安怎拍就安怎拍。我要安怎拍就安怎拍。好了，打出人命要吃官司的，这关系嘛无你的代志。你太没有人性了。你这人啊，我你反的对。迄班长，恁常减讲一句啦，有啥物代志慢慢仔讲啦。哼。阿坤啊，你对恁囝遐尔歹，惊咱孙秋拢唔敢倒转来，安尼敢有面子性？咱的家囝吼，毋是讲敢若甲伊拍甲伊骂，安尼就对啊啦。应该爱甲伊讲道理，开破互伊听。伊也知影讲伊唔对，互恁拍啦，但是毋知影讲啥物才是对的啊。咱家囝吼，应该要有耐心。对啦，你讲的话啊，拢有真道理。我听入去。铁板你讲的话啊，
我是愈听吼愈气差了。别不要脸，给自己找台阶儿了啊！谁不知道你狄马坤见了女人就能够？什么人讲的？我，你怎么了？见了阿菊，心服口服，浑身都成面条了，软的。哎，顺秋，你这么细汉，徛你阿爸后开车，安尼是足危险的，是你唔对，你爱甲你阿爸回息嘞。阿爸，是的啦，阿爸，我唔敢偷骑你的机车啦。今日你好运啦，有阿娇阿姨啊替你求情啦。你阿爸原谅你啊，你今天较早去困的，明仔载要读书呢。阿娇阿姨，你带我来房间好无？好啊。恁倒去困，啊无你明仔载吼袂赴去上课哈。鲁坤呐，阿昌这孩子太缺少母爱了。你们家里头啊，缺少个女主人。这要恁讲啦。我一年到尾啊，拢请别人啊，甲我相亲啦。好啊。南讲拢。干嘛？来，这来啊！这来。你感觉阿娇这个人安怎？阿菊啊，人很好啊。这啥的啦？我知影真好啦。拜托一下，甲我做一个媒好。叫我给你拉皮条，嗨，有本事自个儿去追呀！哎呦，我那是甲，哎呀，拜托啦你啦。我看呐，你要先去一去你身上这个猪油味儿。哎，你讲啥？你讲我卖卖猪吧？无要我吃啥？哎呦，我还叫你不杀猪了呢，这什么跟什么？这。哎呦，你是讲啥啦？我无啊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娇啊，是，你看，哦来，我特别吼，带到来去甲我买新的耳仔呢。人甲我讲吼，这唔惊寒，还佫高大，还佫好吃，你试看卖啊咧。哎呦，安尼足歹势呢，对啦，你互你破费啦。哎呦，无你讲这什么话啊？拜托我客气好无啦？啊，你今摆咧甲人做啥好谈无？马马虎虎啦。来，给你点等下你。阿娇啊，你今摆咧做啥吼？目睭要较注意哦，唔通伤忝哦，吼。对，我今日来吼，就是想要甲你问啦，恁前甲恁真咧请迄吼，你老热的时阵请迄个特技团吼，表演得足好呀，啊，直头请哈。安尼我就爱来问船长伯啊。是毋是阿母要搁下世啊？对啊，这是吼阿母伫迄个波动出世的时阵吼，甲心灵许愿啦，逐年拢爱请的啦。还是讲，咱会无看到美玉啊甲露西的？应该是下过咧。奇怪，安尼我怎哪袂转来咧？让姐终于卖车椅，让姐进来卖车椅啦，进来啦，不，进来，你是咩啦？老师啊，你有啊？电话看啊，请我你看。
人啊？哎，顺昌啊，啊你的衫来拉啥个安尼？啊，搁甲人冤家笑？阿母，你莫怪顺昌兄啦。今仔日阮放学转来的时阵，伫个路的有人要欺负我，顺昌兄是为着我才会甲人相拍的啦。你莫顺昌，你就会晓相拍的，你教我好无？哎呦，那是的，哇，你啥物毋好学要学相拍哦啊？顺昌啊，你看你个面啊，拢全愈发全伤，我来摕药啊。阿姨，我唔敢转去。阿母，好啦，互顺昌兄留落咱兜住啦。伊若转去，一定会互因阿爸拍死的啦。阿姨，顺昌啊，你今日虽然是为着美国甲人冤家，也毋过甲人起骹动手啊，都是你的毋对。阿姨，我来替你讲者。阿姨，我